后爷甲放咧，哪会我身躯白疼镜头遮尔济？狂阿妹，你是搁安怎咧？一空粒粒做一空，面悠悠是身体无健丢哟。好，啥物狂阿妹？阮爹姓钱，名姓康，名叫安，我叫真康安。互你搁甲用讲，搁无平安，消真济，今日甲你做业要甲济。阿娘话，安哥，你是透早食亲子，为了味这么重，惊死人毋免背哦。我是细小，头壳真讲啊真，合济济，小真济，哪是小真济？无命无势，问扫帚白，无礼貌，无礼过来甲你拍拉凉练小话，你来白领点做仙丹啦。啥？你还搁咧食王罗仔仙切较济的饼哦？你是袂去互狗屎倒着去哦？无看到我手也乖啊，这个人无元气，强强要出去，要互光去整啊！讲你过路，搁有影真过路，无猜你事常咧用网络，毋知影营业爱有撇步。啥？营业会着爱有撇步？有影无？你死白好大其他创单。讲好你捌，毋免互你目头角角。讲来听看卖。营业无项的专业，一看二问，三用四马五听，真捌专业恁爱听。有啥物需要看专业？看专业的医生镜头讲互清，说互明，才知身体是啥情形。是安怎要问专业咧？问专业的药师，领药买药的时阵，一定爱看互清楚药品的标头。用专业是咧用啥话咧？用药的方法时间爱对重，若无好势对重，犯势会死啊！啊，会死人哦！阿弥陀佛，行阿嬷。刷了买药应该就有药师牌，药叫的做药所来甲买。最后是要交啥物人的作业？爱听医师和药师专业的指导，上好是甲医师、药师成做好朋友。啊，安尼我知了。营业落撇步，说清楚，讲明白，认真甲爱家己交朋友啦。好好，你真正是鸟爬树毋正高，真正有够高，水会记哩。营业毋但是爱无专业，来路无清楚，无标示的药仔，更加毋通乌白用。对啦，营业有撇步。这行出幸福的脚步。有影，为着我幸福甲健康，营业真正爱真高。啊，你叫我？是啦是啦，请你带半工陪我去做五张，互我身体勇敢搁轻松。OK， 咱来先甲大家讲再会，有闲再来含恁小约会。喂，小话真正多，我是真康安，我是小真济，相声落达一支强，你做什么？